2026六甲落羽松季雖然目前也未正式開幕，不過主辦單位六甲區公所已經將台南超人氣的吉祥物航安鳥請到現場，搭配着落羽松公仔做伙，成功吸引遊客目光。有公仔的話是會可以拍照，所以說會更有一個記憶點。對啊，很可愛啊，公仔很可愛，畫得很好，規劃得很好。風景呢？我覺得那個花跟落羽松配在一起蠻特別的，對，很少看到那個紫色的花跟落羽松配在一起這樣。其實六甲落羽松林過去只是地方秘境，這幾年經過市府大力宣傳後，漸漸拍響知名度，不少外地遊客攏會專工前來翕相記錄。今年的六甲落羽松季將在31日登場，六甲區公所歡迎大家做伙來欣賞。這幾年我們的市長黃偉哲市長在大力支持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全國一個知名的觀光景點在這些落羽松裡面，總共有2000多棵2000多，它分布的範圍也很廣，大約有11個區啦現在也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們的落羽松已經漸漸在紅了有紅有綠蠻浪漫的，很漂亮所以我們在下個禮拜6，也就是1月31，會來舉辦一個開幕的活動，也就是說要告訴大家說，我們的落羽松已經開始紅了也歡迎大家。除了落羽松，公所今年也在松林周邊種了波斯菊、紅蕎麥等花草，浪漫花海加上落羽松美景，男女老幼攏介意。我們為了這個增加這個喜氣的氣氛我們也有在這個落羽松的周遭也有種了很多的一個花海花海目前這個波斯菊還有我們的紅蕎麥現在都盛開了，後續會有太陽馬還有油菜花也會陸續的盛開也歡迎大家一起來我們六甲來參觀這個落羽松，欣賞這個美景。公所表示，六甲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小鎮，擁有豐富歷史文化底蘊，歡迎大家帶着航安鳥的腳步，做伙來六甲過一個上文藝氣息的新年。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